段然，你背着老爷与人私通，按照族法是要进猪笼的。我当初见你可怜，把你认作姐妹带回了家，没想到你居然爬上了我夫君的床，还设计陷害我！蠢货！早在与你相识之前，我就与老爷情投意合。老爷之所以娶你，只是图你的嫁妆。如今你没了利用价值，就算我现在杀了你，老爷也只会拍手称快。跟你女儿告个别吧。朱颜，记住，你要活成一把最毒的刀！这梅花果然还是得红色的才好看。揭开吧。是。这10年的每一夜，我都会想起被血染红的梅花，与丧母之痛相比，血肉剔骨，也不过如此。站起来，让我瞧瞧。果然是一模一样。老规矩，我要你明天陪着昭华去参加宫中的赏花宴，助昭华拔得头筹，夺取太子妃之位。是。一想到你这个小贱人，因为顶着我的脸与天皇贵胄们相谈甚欢，我就郁愤难平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过是本小姐的替身，日后我将平步青云，成为大夏最尊贵的女人，而你不过是我脚下的一个贱婢。再凶猛的黑熊，也会因鼠虫的啮咬痛不欲生。谢昭华，谁会被谁踩在脚下，尚未。皇后娘娘安，太子安，三皇子、五皇子安。落座。以往赏花宴不是行飞花令，就是投壶娱兴，实在有些无趣了。不如今日来一场射箭比试，谁射得最准最好，本宫就允他一愿。无论什么，本宫都会答应。若是有人说想成为太子妃，皇后娘娘岂不也会答应？我们之中出身将门的只有周小姐，看来今天的赏花宴，我们都只是陪衬了。那你们哪一位先来？皇后娘娘，听闻谢小姐被称为大夏第一才女，6艺皆精，不如今日我们就让谢小姐一展射艺，好给我们大家开开眼。本太子也愿一睹谢小姐风采。
来吧，谢小姐，咱们大家可都拭目以待呢。等等，谢小姐莫不是要推诿？难道这大夏第一才女的称号名不符实？我这身衣服施展不堪，带我去换一身再来。射个箭还要换衣服哦？难不成谢小姐压根儿不会射箭，所以才在故意拖延时辰？谢小姐，若你实在不会射箭，就将这大夏第一才女的名衔让出去吧。我要等下露了馅儿，让我们看了笑话。逞口舌之快没有意义，诸位就请拭目以待吧。一群贱妇！给我听好了，必须给我保住大夏第一才女的名头。要是搞砸，害我家皇后娘娘和太子面前丢脸，定叫我娘刮花你的脸，把你卖到最下等的青楼。请小姐放心，我定让太子对你念念不忘。他的眼神怎么像突然换了一个人？他能射中吗？我不相信。其实，好，这怎么可能啊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这样多没意思，不如我们以活人作罢，这样才更刺激。好，本宫允了。这这有何难？你也点一只苹果，站于100步之外，双手再各捏一枚金桔。我只需3箭，便能通通射中。好，本宫准了。你想违抗皇后的命令吗？这可是杀头之罪。多年也该先收点泪血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太厉害了！天哪！他为何总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100步之外射中金桔，放眼军中也无人可及。谢小姐果然给了姑一个大惊喜啊！本宫说话算数，你想要什么，本宫都可以给你。你且大胆说，母后今日高兴，不管你提什么，她都会答应的。这贱人，难不成是想借皇后娘娘的手，替她那死鬼老娘报仇？
庭中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杏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臣女希望皇后娘娘今日都簪着这牡丹。你得头丑，不为自己请些封赏，只想让本宫今日簪着牡丹花。是。母后甚是美丽啊！皇后娘娘国色天香，福泽绵长。不愧是大夏第一才女，才情无双。倒是这没眼色的奴婢，差点害得主子出丑，必须重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上来，廷杖20，以儆效尤。皇后娘娘，我其实不要，皇后娘娘，其实我是……妹妹，此刻自曝身份，便是坐实了欺君之罪，株连九族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怎么，你还心疼你这奴婢了？没有，这板子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娘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女儿为你讨的第一笔债。当年构陷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快找东西，想疼死我！奴婢手笨，小姐恕罪。哎呀，昭华，怎么了这是？娘，这好端端的去了赏花宴，怎会变成这样？都是个贱人害我。他不仅放弃了成为太子妃的机会，还害得我被打板子，血腥可诛。岂有此理！陈信，把鞭子给我拿来。是。母亲息怒，我今日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妹妹着想啊。拿我当人肉靶子，也是为我着想。只是普通射箭靶的话，有周小姐在，我们很难得到皇后欢心。唯有兵出奇招，才能彰显妹妹的胆魄和智谋。况且今日与太子出见，若直接求嫁，定会叫人不齿，辱了妹妹名声。不如徐徐图之，反而事半功倍。会找东西，还敢狡辩？看我不打死你！皇后娘娘懿旨到。皇后娘娘下令，要你去参加香山围剧。真的吗？香山围剧，可是只有皇室亲族才能去的。太子邀我前去，岂不是说他已经认可我成为太子妃了？今日算你命大，饶你不死。娘啊，这次围剧还是让我自己去吧，怕这贱人再使什么坏，耽误了正事。也好。那你万事小心。啊，昭华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请吧。果然，若不是顶着我的美貌和身份，太子殿下怎会多看个贱人一眼？
今日大家难得欢聚一堂，早就听闻谢小姐的画技一绝，不如让谢小姐为我们作画一幅。谢小姐，意下如何？好啊，早就听闻谢小姐丹青无双，今天总算能大饱眼福了。既然是围剧，那咱们策马踏青就好。再说，这里也没有支笔呀。谢小姐，我帮你研墨。我帮你压纸。昭华，既然皇帝皇妹们都这么期待，你就给大家露一手吧。请。贱人，快出来！赶紧去修缮围场，帮小姐解！赶紧去修缮围场，帮小姐解围！你敢打我！一个尊卑不分的奴才，我还是教训得起的。我只让你快点跟我走，否则耽误了小姐大事，主不会放过你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我要是不去，耽误了你家小姐的大事，你口中的主母是不会放过我，可等待着你的，又将会是什么下场呢？大小姐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不该冲撞大小姐。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求大小姐去帮小姐解围吧。自换脸的那一刻起，你和你的主子，乃至整个相府所有人的命运，都掌握在我的手中。你们一个都别想逃得掉。请。谢小姐为何还不落笔？是在找灵感吗？可这汉墨丹青对谢小姐来说，不是信手拈来，久不落笔，难道从前那些惊世画作，并非出自谢小姐之手？怎么可能？昭华只是身子不适，诸位稍等我片刻，昭华去稍事休整。还不赶紧给我滚进来！是。给本小姐好好表现。是，小姐。晨雨笑，
溯回古城里有一遭，抹不掉言语故事拨乱江潮。旧梦里灯火燃红尘嚣，而今是荒腔走跳。哇，是真或寥寥。我听闻传说起了风，又跌落成空。不敢扰众生，不敢惊动梦。原来是李在讨教。未能描绘当年惊鸿。这锦鲤栩栩如生，仿佛真要从画中跳出来一般，实在是妙啊！谢小姐真不愧为大夏第一才女。谢小姐，其实姑今日见你，便在疑惑为何与上次不同。现在看来，实在是姑疑心过重。姑今日便去请旨，求父皇给我们赐婚。你可愿意？真是不知廉耻！一个卑贱的替身，他还想勾搭太子？太子不过是因为你这张长得跟我相似的脸，才对你有些不同罢了。你不会真以为他看上你了吧？没有，我从未敢有此念头。还说没有？我都看到太子牵你的手，你跟你那狐妹子那娘一样，最爱勾搭男人，还怀上了孽种，活该被母亲赐死。昭华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太子去请皇上册封你为太子妃了。真的？听到了吗？昭华马上要成为太子妃了，将来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12年前，你就应该和你那死鬼老娘一并去了。如今我大势已定，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。来人！给我浪坏他的脸，再挑断他的手筋，卖到最下等的青楼。我要他被千人骑，万人睡，永世不得脱身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这张脸和这双手，你还拿什么去勾引男人？你在干什么？殿下，我家小姐的闺房就在前面了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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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不能进。太子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太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子来了，你怎么不提前通报？进门前，姑好像听到这屋里……些许是我和母亲说笑，太子听错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不知太子突然驾到，所谓何事啊？无事，只是皇祖母想见见未来太子妃，特请谢夫人和谢小姐一同前往别院清修。什么？别院生活宁静雅致，最适合与人谈论诗词歌赋，想必昭华定能讨得皇祖母欢心。
今天算你命大，先饶你不死。等从别院清修回来，我再好好跟你算账。别院？我为何要去别院？当然是去辅佐昭华，获得太后欢心，坐稳太子妃的位置。那我要是不去呢？怎么跟我娘说话呢？去不去还由得了你？你这个贱婢！谢淑妍，你放肆的人是你们。今日我若是不去，太后便会发现，这号称大夏第一才女的太子妃，其实是个胸无半点墨的草包。这欺君之罪，若真是追究起来，相府上下可是要洗干净脖子等死。我不过贱命一条，但夫人您敢赔上这相府上百来号人的性命？娘，我不要被杀头，我要当太子妃。说吧，到底怎样你才肯替昭华去别院？我要你向我爹亲口承认，当年通奸一事是你构陷我娘，是你害得她生前名声尽毁，死后无处安葬。你都知道？好你个毒妇，你竟能隐忍到现在！怎么样？用你一命换你女儿的大好前程和这相府百来条人命，这条件不亏吧？先答应这毒妇，稳住她，让她安心去别院，回来再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夜已深，还请诸位在此院中暂坐休着，待明日天亮后面见太后。有劳公公。谁？别吱声，否则我杀了你！这声音是我皇子。抓贼呀！抓贼了！给我搜！各位大人，我真的没有看见有贼人闯入，这半夜三更的，您这样贸然闯进，怕是不妥吧？少废话！再敢阻拦，小心你的脑袋！让开！你们几个给我挨个房间搜。是。别乱动，只要好好配合我，别让他们发现我在这儿，我就不会伤害你。不许欺负他！怎么是他？快进来！别进来！我叫沐玉。你们是谁？我们奉太子之命来追查窃取情报的贼人。他今夜是去窃取太子情报的，果然身份不简单。此事涉及军事机密，万般火急，还请姑娘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进来搜查一番。站住！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被你们看了身子，还怎么嫁人？若是你们辱了我的清白，我就算拼上这条性命，也会告到圣上面前。到时候你们该当何罪？这……报告首领，院内其他房间都已搜查，没有找到贼人踪迹。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那贼人进了这座院子，如果其他房间没有的话，那只能在这间屋子里了。姑娘，对不住了，上！你们可知我是谁？我乃是相府的千金谢昭华，也是未来的太子妃。你们说，如果太子知道自己未过门的妻子被你们看了个精光，你们会是怎样的下场？太子妃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们吧。退下吧，看在你们护主心切的份上，不与你们计较。今夜的事情，我就当做没有发生过。多谢太子妃，多谢太子妃。走。
他们走了，可以。公子，这是为何？我不是已经乖乖配合你，将他们打发走了吗？我只是觉得奇怪，太子妃刚还口口声声说被人看光失了名节，便是豁出性命也要讨个公道，为何又愿意让我躲进芋头，帮我打掩护呢？因为我压根不在乎什么所谓的贞洁，我只想活命。凭什么女子为了贞洁，只是被男子看了一下身子就要寻死觅活？女子的贞洁，从来不在罗裙之下。风替我擦了月光，却难遮过往。遇见你，惹我思量。此人身体健壮，武力高强，和百花宴上的那一副苍白虚弱的模样完全不同。把衣服穿上。看来情报属实，他不过是在装病，随时准备夺权。多谢公子，今夜的事情我会忘记，请公子放心。可我不想忘。为何？哪时罗裙内，销魂别有香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我会一直盯着你，别搞什么小动作。母亲放心。五皇子，他怎么了？不会是人不放心昨夜之事，想来灭口吧？谢姑娘昨夜休息的可好？回五皇子，我昨夜早早便睡下，睡得很好。不过谢姑娘这身上的香气怎么与之前不同了？不会是昨夜沐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吧？回五皇子，我们家姑娘是将来的太子妃，您未来的嫂子。您在大庭广众之下同她说起沐浴这样私密的话题，恐怕是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谢姑娘不是说过，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裙之下吗？什么罗裙之下？昨晚那个人是你吧？别杀我！今日是我唐突了，还请谢姑娘见谅。先走一步。这五皇子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好你个狐狸精！才和五皇子说了几句话，他就被你勾得找不着北了，还跟你簪花，狗取了！好了，走吧，一会儿误了面见太后的时辰就不好了。对不住了，谢姑娘，今日太后心情不佳，不便见客，您最好是改日再来。太后她为何发那么大的火？太后的梳洗宫女告假回乡了，我们怎么为太后梳洗，太后都不满意，现在正在气头上呢。
说是今天要是梳不出让他满意的发型啊，就让我们所有人都掉脑袋。哼，这太后还真是个老妖精啊，一把年纪了，也不知道打扮给谁看。闭嘴！太后的舌根你也敢嚼？啊，公公，那我们改日再来拜访。公公，可否让奴婢一试？你，公公，这就是我们府上的一个疯丫头，平日最爱口出狂语。我现在就把她带回去，好好管教。你要想耍什么花样，老实点，跟我回去。慢着！好戏开始了。你是丞相府上的丫鬟吧？可会梳些什么发髻？回公公，这大夏国女子间流行的发髻，我都是会梳的。没用的东西，滚！那你试试吧。不过到时若是太后不满意，发起怒来，公公请放心，一切罪责由我一人承担，与公公无关。公公是使不得呀，她一个乡野丫头，怎么被伺候太后啊？万一毛手毛脚的冲撞太后，谁能担得起这个责呢？是啊，公公，还是让我们把她带走吧。何事如此吵闹？哟，太后娘娘，丞相之女谢昭华小姐前来拜访，她的婢女说自己略通一些簪发手艺，老奴就想着，兴许可以让她试试。是吗？婢女何在？参见太后，愿为太后分忧。鬓边簪的这一朵梅花倒是不俗，罢了，就让她试试看吧。多谢太后。娘，你说这小贱人要是真得了太后的欢心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宫里的宫女嬷嬷哪一个不比她技艺高超啊？不还是被太后花花脸赶出来了？那个死丫头，哪来那么大本事？太后娘娘，肯定是这小贱人把太后娘娘给惹怒了。太美了吧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这乃绝世荣光啊！太后娘娘，这发髻和妆容真是太适合您了。太后娘娘天生丽质，国色天香，这发髻和妆容都只是借了娘娘的光。这丫头不仅有一双巧手，嘴还这么甜。不错，真不错。你是谢府的丫鬟吧？不如就留在哀家身边，当哀家的梳洗宫女吧。不行，这丫头若是留在太后身边，岂不容易穿帮？还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快跪下谢恩！
请太后娘娘恕罪，这丫鬟实在不能留在您身边啊。怎么？难道丞相夫人是不愿意割爱吗？臣妾万万不敢，只是这丫鬟生得貌若无颜，这才一直盖着面纱，恐惊扰了太后。这留在您身边伺候，那是万万不敢的呀。是啊，太后娘娘，她从小就脸生烂疮，奇丑无比，就是看上一眼都会做噩梦呢。真有这么丑？哀家看她这一双眼睛颇有灵气，不像丞相夫人说的那般丑陋。丞相夫人不会是不愿意割爱，所以才编谎来骗哀家的吧？臣妾不敢。那就让她摘下这面纱，哀家倒要看看她到底有多丑。不行，娘，怎么办？我们的事情要被发现了。天哪！哎呦，这张脸真是可惜了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提前让他画了一脸疹子。哼，怎如此惊慌？还不快戴上面纱！哟，奴婢惊扰了太后，望娘娘恕罪。太后，你也瞧见了，臣妾这丫鬟实属丑陋，这才不敢将她给您。真不是臣妾有意欺瞒，真是可惜了这一双巧手啊，竟然生得如此貌丑。罢了罢了。奴婢自知无福服侍太后，这册子上是奴婢自己研究的一些新式发髻与妆容，在此献给太后，祝太后身体安康，容颜永驻。你们都回去吧。3、2、1，站住！哀家念你一片赤诚之心，所幸你五官长得也没那么坏，只是过敏连起了疹子。等你养好了脸，就过来伺候吧。谢太后。夫人，被巨大的恐惧和愤怒笼罩着的你，会在一时冲动之下给我什么样的惊喜？我很期待。娘，怎么办啊？太后还是要她去伺候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事迟早会败露的。如今也只能让她去不成太后身边了。就连她脸上生疮，太后都还是要她，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据我所知，太后是礼佛之人，这清修之地更是不允许男女苟合。如果谢疏影在此地被人抓到与男子苟合，那太后定会将他厌弃。是啊，我们只要找人将他奸污，到时候他没了太后宠爱，又失了清白，就只能为我们所用了。我已在这壶凉茶中加了大量的蒙汗药，只要他将这凉茶喝下，小贱人，当年你娘是什么下场，你也一样。母亲，行李我都收拾好了。好，辛苦了，喝杯凉茶。
母亲，那没有什么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好。好晕。你就是齐儿选中的太子妃，丞相之女谢昭华。臣女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你既是未来的太子妃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不必拘礼。谢陛下。听太子说，你得了一幅上好的百花图，想邀请朕共赏。望陛下恕罪，臣女今日邀您前来，并不是为了欣赏百花图。哦，那是……哎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回陛下，您有所不知，自从我们入住以来，这隔壁厢房就夜夜吟声浪语，扰人清静。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又无法对他人言说，这才只能以看画为由，将您约到这里，恳请陛下为我们主持公道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此清修净地行苟合之事！朕倒去看看是谁敢这么肆意妄为，不顾礼义廉耻！哼！陛下这边，陛下就是这间屋子。这也太不知羞耻了吧！是啊，陛下，请陛下为我们做主，抓了这对淫乱宫闱的狗男女。谢淑仪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翻身！夫人这是要干嘛去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然我应该在哪里呢？不对，你在这里，那里面是……太后，母后，怎么会是你？哀家久居深宫，寂寞难挨呀。不像话！夫人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陷害人的手段还是老一套，但很可惜，我娘蒙受过的冤屈，我绝不会再受一遍。我早就得到情报，太后常与太监寻欢作乐。为太后梳头时，又确定了他们相会的时间地点。于是，我提前服下清心丸，假装被迷倒，只为了配合完成这一出戏。夫人，你不是最喜欢捉奸吗？如今带着皇上一起捉到了太后的奸，滋味如何？皇上，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厢房？是不是有人告密？是谁多管闲事，存心让哀家出丑？太后娘娘息怒，我不知道这厢房里是您啊！住口！还敢狡辩！来人，拉下去把他的嘴打烂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娘娘，顾生，陛下。夫人，好好享受，这还只是开始。接下来，我要将我娘当年遭受过的一切都一一还回去。给我狠狠的打！略施小计，便能闹得这皇宫天翻地覆。又去，给我打！用力，狠狠的打！打死这个贱人！
陛下真是圣明仁慈。你们母女二人撞破宫闱秘事，理应处死。但念在你还年小，又是未来的太子妃，朕就从轻处理。你二人先回府，等候发落吧。皇上，皇上饶命！皇上开恩呐，皇上！你以为你做的这一切当真天衣无缝吗？谁？你以为你做的这一切当真天衣无缝吗？谁？武殿下好。这朵梅花，太后可还喜欢？今日是武殿下特意相助，太后她很喜欢，多谢殿下。我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连太后都敢一起算计进去。他怎么知道我？可惜只有胆大，不够心细。这是我在厢房捡到的，要是这个东西被他们发现了，你该如何解释？我的珠钗，还我！以后小心，下次捡到你珠钗的人，可就不一定是我了。怎么，你要卸磨杀驴？我与殿下并无交集，殿下为何几次三番帮我？当年那个纯真仗义的小女孩，如今怎么变得这般满眼戒备，精于算计了？我们以前认识吗？你当真不记得了？一个宫女生的贱种，还真把自己当皇子了，还敢偷糕点！弄死他！贱种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住手！不许欺负他！不许欺负他！没意思。走。地上的都脏了，你吃这个吧。我叫谢淑莹，你呢？景和。景和。景和，看你这衣服破的，应该是个刚进宫的小太监吧？景和啊，明天这个时候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还带糕点过来给你吃。我们拉钩。你就是那个小太监，可第二日我等了你3个时辰，你都没来，你为何失约？殿下既然不想说的话，那便不说了。多谢殿下帮忙。今日帮了你的忙，我们就算扯平了。我不会说出谢姑娘的秘密，也请谢姑娘对昨晚的事情保密。下次切莫再被我抓到什么把柄。使坏的野猫是要被人教训的。你，下次再见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冒犯到太后头上去！你们这是拿我的仕途，还有整个丞相府的项上人头在开玩笑！父亲息怒，都是这奸人，是他陷害我母亲。给我住嘴！现下是争这个的时候吗？父亲，
父亲，其实女儿有一计，不知可否为父亲分忧。说。眼下宫中不过是在传有人撞破了宫闱密室，却并未言明这密室是太后与太监通奸。父亲若想将功补过，不如就说其实是母亲在皇家别院与人通奸，为皇上遮掩住丑闻。想必皇上定会感念您护主情深，保您仕途平稳。老爷不要，女子通奸那是死罪，求老爷开恩。父亲，死罪才好，死人的嘴是最严的。哎呀，那便这么办吧。老爷，若要没有与人通奸，若要不想死啊，老爷。夫人，事关父亲的仕途与全府上下百来号人的性命，您就那么自私，一定要让全府的人为您陪葬吗？父亲，母亲这般任性，保不齐会进宫跟皇上说些什么，不如就在今日亲手将她刺死，以绝后患。可是，毕竟有这么多年夫妻情分在，亲手刺死，以免……父亲，太尉大人品性才情皆不如您，可就因为与皇上亲近，便处处压你一头，您难道甘心一直屈居人下吗？哎，拿毒酒来！老爷不要，求老爷可不要啊！我心意已决，用你一命还相府一个清白。不过，念在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上，我会赐你一杯毒酒，让你死个痛快。求老爷开恩，求老爷开恩啊！父亲且慢。按我大夏律法，女子与人通奸，理应杖毙。父亲若真想向圣上表明忠心，还是应该按照律法，将母亲一板子一板子亲手打死。都不许你们破娘！赵华，你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圣上定会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了我的，你快说句话呀！那可未必，妹妹，我提出此法也是为你着想。若是母亲不死，圣上一见到你，就会想起太后与人通奸的糟心事，这样你还能顺利嫁进宫去，成为太子妃吗？你当真要因这一时不忍，放弃太子妃之位，乃至将来的皇后之位吗？我的好妹，我也想知道母亲的信念和将来的荣华富贵，你会怎样选择？赵华，你不会不管我的，对吧？赵华，娘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哎，上家法！老爷不要啊！老爷，这些年我暗中替您处理了多少阿杂事，就是这小贱人的娘，当年也是你手影去罢的。就算你不念及夫妻情分，至少也在看在我这些年我的劳苦上，饶了我吧！监工，休要再胡言乱语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小姐，我劝母亲最好不要再继续挣扎了。若是惹得我耐心耗尽，将假冒太子妃身份之事捅到圣上面前去，到时候昭华妹妹怕是会被五马分尸啊！你个贱人，我杀了你，你真是要毁了昭华的一生。是你们断送了我的一生，诬陷我娘，害我娘枉死。
又将我困在这宅子里10余年，将我换炼成与谢昭华一般模样，让我成为他的替身，才获得太子芳心，永不得自由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谢谢。你这个贱人，人和你一样都是贱人！我的刀！娘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终于为你报仇了！贱人，你还我娘！妹妹好大的力气，那怎么母亲被打时不见你出来阻拦，偏偏要等母亲死才出来耍威风？莫不是你其实也盼着她死？我杀了你！总管，刘公公到，还不将公公迎起来？公公好，不知今日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呐？咱家是奉皇上之命，捉拿撞破宫维密心的罪妇王若瑶、谢昭华回宫。刘公公，那今日不巧了，您看，这罪妇竟敢在宫中与人通奸，致使众人怀疑是太后与人有染，辱了皇家清白啊！臣已按大夏律法将她亲手杖毙。等会儿我便差人用草席将她裹了，扔到乱葬岗前，不得入我谢家祠堂啊！只配成为一只孤魂野鬼。很好，皇上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。既然你以大义灭亲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家众人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丞相之女谢昭华，品行端庄，才情出众，与太子才貌相配，今特赐婚与二人，望二人结发同心，永结秦晋之好。钦此。谢皇上。接旨吧。谢公公，太子妃不必多礼。3日后，宫中便会派长侍嬷嬷来为你验身，验身无误后，便可以开始筹备婚事了。验身，公公请放心，我定会好好准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丞相，咱家先回宫复命了。刘公公慢走啊！哎呀，以后当了太子妃，可要好好照顾太子啊！我平日里贪图享乐，早已不是处子之身了。不知廉耻的东西！你不是处子之身，别说你太子妃之位不保，就是我们整个相府也会受到牵连。这该怎么办呢？爹，平日里都是姐姐替我去见的太子，不如这次验身也让他代替我去。对呀，莹儿，你代替你妹妹去验身。要是让圣上知道这相府千金婚前被破身，这咱们相府的颜面何存呐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啊！可5岁那年母亲枉死，我从小被夫人当做妹妹的替身养大，这世人皆知，相府只有一位千金大小姐谢昭华，我又怎么算得上是谢家人？莹儿，我知道多年前你母亲的事儿，你心中有冤屈，我可都是被这毒妇给蒙骗了。现如今我已经亲手将这毒妇杖毙，这一命抵一命啊！往后啊，你专心在太子府辅佐你妹妹，等你妹妹坐稳了太子妃之位后，我便恢复你相府千金的身份，如何呀？但凭父亲吩咐。好孩子，你去忙吧。
一命抵一命，那也太轻松。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打得好！拍手叫好的庶妹。扶摇，辛苦你了，终于除掉了这毒妇。谢老爷夸奖。宠仙灭妻的父亲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从我进宫那一刻起，你们将深陷地狱。娘，当年害你枉死的那奸妇，已被我亲手送上黄泉。至于谢家剩下的那些人，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好大的志气！别那么紧张的看着我，我一早便知你进宫是为了给你娘复仇的。殿下明明知道，那为何？想知道小时候我们约好见面的那天下午，我为何会失约吗？娘，你看我带回来了什么？娘，娘，你快醒醒啊！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我娘生前不过是皇上身边的一个洒扫宫女，父皇喝醉后的一次意外，这才有了我。可哪怕如此，皇后依旧容不下她。而我娘为了保住我，心甘情愿喝下了那杯皇后赐的毒酒。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你的心情。皇后是太子的生母，所以她毒死助我，是想利用我扳倒太子，给自己母亲报仇。疏引入太子府后，定竭尽所能帮助殿下。所以，你的真正名字是谢疏影。是。疏影行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那我祝你好运，我的未来皇嫂。一会儿验身的时候，我会扮作丫鬟的样子，在一旁盯着。你千万别出什么岔子，我又不似妹妹一般平日里贪图享乐，怎会出岔子？你掌事嬷嬷到。嬷嬷好。谢姑娘好。咱们就开始验身吧。你去拿个炭盆来。是。放在谢姑娘双腿之下。谢姑娘可能会有些痒，得罪了。打喷嚏时没有飞扬的火星，谢姑娘仍是处子，验身通过。多谢嬷嬷。谢姑娘，哦不，太子妃，请您安心在家等候。7日后，太子将以最高规格的聘礼娶您过门。奴婢告退。娘，这太子妃的位置终究是我的了，可惜你已经看不到了。我的好妹妹，不用思念娘心，因为下一个就是你。恭喜太子喜结良缘！众爱卿们请，请。我要的东西呢？
有了这鸡血，今晚圆房时应该就能骗过太子了。等今晚一过，你这废物就再无用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要梳妆一下，你过来给我掌灯。是。这么暗，哪看得清啊？不知道站近一点。离我这么近，你想烫死我吗？别以为替我验个身就有什么了不起的。等过了今晚的洞房花烛夜，我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太子妃了。而你，还是我脚下的一个贱婢。就算父亲许诺你恢复相府千金的身份又如何？入了这太子府，你就逃不出我手掌心。拿着这烛台去外面雪地里跪着，否则我堂堂太子妃要是弄死一个贱婢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等等，还是就跪在门口吧，让你听听太子今夜是如何与我共度春宵的。太子，我的好妹妹，你一定要好好享受今晚，因为今晚将是你最后一天安稳日子。等明日我为你准备的新婚贺礼送到时，不知你又会露出怎样的表情？相思如我记得，我昏过去之前，好像看到了五皇子。一日三次，一次两粒，可预防风寒。这人也不算太坏嘛。我的妹妹应该已经收到我为她精心准备的新婚贺礼了吧？什么？父亲被人捡取贪污赃款，被关进了大牢。皇上已经派人将相府抄家了，奴婢费尽千辛万苦才跑出来给小姐报信的。求你快跟太子说几句好话，求他救救老爷吧！说的轻巧，我一个罪臣之女，能勉强保住自己的性命就不错了，还怎么为他说话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到底是谁要害我谢家满门？妹妹，我送的这份新婚贺礼你可还喜欢？也多亏你和你娘让我假扮你的模样面见太子，我才有机会进宫搜寻到了关键证据。这谢家的覆灭也有你们一份功劳。现下我倒要看看你没了娘家的靠山，仅凭这一张脸，能够被太子庇佑到几时？不过，我所搜集到的证据，顶多能让父亲被罢免官职。身上怎么会发如此大的火？不仅将父亲下狱，还将谢家抄家。那你可得好好感谢我。殿下是专门挑我沐浴的时间来我房间的吗？我好心好意搜集你父亲与其他大臣沆瀣一气、祸乱朝纲的证据，帮你把他送进大牢。你就这么想我？原来是你，那我也想问问武殿下，自从我小时候救过你，对你有恩，这恩情你也早已还清了，你再帮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说我为了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完全不知羞的。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牵着别人。殿下刚才的意思不就是这个？拿去便是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个好人，是个君子，对你束手无策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松就还清。我要你永远牵着我，一颗心永远为我惴惴不安。你，还是说，你更想以这样的方式来还？原来只是纸老虎。照顾好自己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小姐，自从老爷出事后，太子殿下就再也没有来过您房里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已经邀请了太子殿下来我房间用膳，今日我一定会重新抓住他的心。太子殿下到。殿下，布菜这种小事让丫鬟去做就可以了，你为何亲自动手？回殿下，不关他们事，是昭华喜欢伺候殿下，能为太子做事，昭华很开心。太子妃有心了。殿下，您吃这个。这菜莫不是了茸蒿笋试春盘？什么春不春盘的，这不就一普通野菜吗？这首诗的下句是人间至味是清欢，太子妃是堂堂大夏第一才女，竟连这都不知吗？您瞧臣妾这脑子，竟忘了这事儿，请殿下责罚。你为何反应如此激烈？你我何时生疏至此？罢了，我也没心情吃了，你起来吧。臣妾不是那个意思，既然太子殿下不想吃了，那不如咱们就早早就寝吧。起来，别碰我！从大婚那日起，我便觉得你不对劲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你更是仿佛是变了一个人，和成亲前的你截然不同。难道说再耀眼夺目的珍珠，娶回家后也会变成暗淡无光的榆木吗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别走啊！殿下，殿下！我的好妹妹，从你娘第一次让我假扮成你的样子，
和太子接触起，这就是一场你们必输的棋局。怎会有人弄混榆木与真？小姐，小姐，为什么？我与他明明长得一模一样，太子就是对他念念不忘，一定是他在太子面前搞鬼。去，把谢寿英的贱人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快点，跪下！谢淑英，你究竟给太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为何他张口闭口都是你的过去如何，却不肯碰现在的我？我不知道妹妹在说些什么呀。妹妹今晚不是打算和太子共进晚膳，重新获得太子的心吗？太子人呢？敢嘲笑我！来人，拿板子来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等等，妹妹可不要后悔。哼，我从不后悔。我知道妹妹心里有怨，我也甘愿受罚。只是我担心妹妹错过复宠的机会。你什么意思？1周后就是太子的生日宴，我有信心在这生日宴会上替妹妹赢回太子的心。可妹妹要是今日将我打伤，就真的没有转圜的机会了。你敢威胁我？我只是好心提醒妹妹，妹妹就算吃醋，也不该吃我的醋。这太子府里莺莺燕燕那么多，而我只是你的替身。若是你我2人斗得2败俱伤，岂不是将太子拱手让给别人，便宜了这府里其他女人？这贱人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。妹妹，我们才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妹妹可莫要因一时之气就舍了这太子妃的位置啊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打算如何获得太子青睐？鱼上钩了。简单，妹妹只需在太子生日前1周告病不出即可。臣祝太子生辰极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恭喜恭喜！对了，今日怎么不见太子妃啊？他听说他恶疾加深，来了也是晦气，不必管他。啊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虽在病中，但仍然记挂着您的生辰，特地备了一份礼物，想要展示给您看看。哦，是吗？那便呈上来吧。是。这位是？美，越寒越艳。我是一把最毒的刀。好一朵娇嫩浓艳的红梅。奴有一支红梅舞，献给殿下。嗯。爱妃，殿下，这个狐狸，殿下，太子妃，你不是已经告病休息了吗？臣妾是想给殿下一个惊喜。臣妾告病苦练舞蹈，不知殿下喜不喜欢这个惊喜？喜欢，甚是喜欢。那臣妾便觉得都值了。
太子妃这背上的红梅是怎么回事？之前怎么没见过？不好，这是臣妾特意刺上的，喜欢吗？真美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凌霄的咏梅，太子妃果然博学多才。姑觉得前几日与姑共进晚餐的不是你，现在的才是你。车信，给我去取炭盆来。小姐，使不得，你为何要轻生呢？蠢货，我是要刺青。什么？那个虎妹子已经让太子记住了那个刺青，若是日后发现我背上没有，他岂不是会起疑心？这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是。谢疏影，算你厉害。往日都是我去模仿你，哪怕是你的伤疤，也要全然复制。不要，我求求你不要！你也配说不要？你不过就是你妹妹的一个替身，你身上的一切都必须得跟她一模一样。如今你妹妹被烫伤，你身上当然也得留下一样的伤疤。小姐，不能躲，动了就不一样了。如此风水轮流转，你我之间，谁又是谁的替身？太子特赐鸾凤和鸣簪1只，流光溢彩琉璃盏3尊，云锦凤袍1件，翡翠玉如意1对，南海夜明珠数颗。殿下，您不要再送臣妾东西了，臣妾根本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，只要殿下能陪着臣妾，臣妾就知足了。好，只要你喜欢，姑就天天过来陪你。殿下，快用膳吧。姑发觉，这太子妃宫中，就连这药膳汤都格外好喝。这汤里面都加了些什么？回太子，这汤中加了当归、蜀地、川芎、白芍。奴婢听闻太子因为操心政务而头痛，夜不能寐，这些药材都有安眠的功效。你一个小丫鬟，还通药理？奴婢只是略懂皮毛而已。倒是你这手又白又嫩，你是新来的丫鬟吗？姑怎么总觉得见过你？把面纱摘了，让姑瞧瞧。殿下，她不过就是我府里带来的丫鬟，生得奇丑无比，这才终日戴着面纱。若是摘下，恐会惊扰了殿下。还不快去把剩下的菜端过来！是。难道说再耀眼夺目的珍珠，取回家后，也会变成暗淡无光的榆木？我问你们，我美吗？美，太子妃的容貌倾国倾城。那太子他会一直爱我，不爱上别人吗？太子妃可是才貌双绝的大夏第1才女，
生日宴上一舞名动京城，太子见过太子妃这般好的女子后，又怎会爱上他人呢？滚！统统都给我滚出去！程兴，怎么办？太子他喜欢的是台下第一才女，不是我。谢淑仪那个小贱蹄子，就算戴着面纱都能勾引到太子，我怎么办啊？程兴，我怎么办啊？小姐冷静，当心一会儿动静闹大了，再将太子引来。小姐，我知道了，看来是得将谢淑仪彻底除掉。她只要在一日，我就一日不得心安。小姐，既如此，奴婢倒是有个主意。见过太子妃，不知太子妃召我前来，有何吩咐？坐吧。之前姐姐帮我复宠的事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正式谢过姐姐。正巧啊，今日太子送来了上好的燕窝，我便想着赐给姐姐补补身子。怎么，怕我下毒啊？不敢。只是前车之鉴，总会多一些警惕。好，怎么样？这下总该相信这碗燕窝没问题了吧？是我多心了，还请妹妹别见怪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妹妹笑什么？我笑你蠢呢。我确实给你下药了，只不过不是下在燕窝里，而是下在了你碗里。今日我便会叫人带你去南方的军营中充当军妓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对我再也造成不了任何威胁。看来妹妹这药效果很好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太子摸我手的那天，你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恨不得将我除之而后快的恨意。其实我是故意引起太子注意的，为的就是想要看看我这既愚蠢又善妒的妹妹，这次究竟能不能沉得住气。只可惜，你还是毫无长进。你这个毒妇！于是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的动静，果然发现你差人去买了蒙汗药，又叫丫鬟把药下在了我的碗里。所以我提前调换了你我碗的位置。妹妹，我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一天。你想怎么样？当然是取而代之。小姐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好，那便将它拖下去吧。是。好久不见，皇嫂。五皇子这是做什么？半夜私闯当朝太子妃的房间，你就不害怕我叫人抓你？可你分明不是太子妃，就算叫人来抓了我，又能如何给我定罪呢？
皇嫂，还是说，我该叫你谢淑颖？我不知道五皇子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自从我见你第一眼，我就认出了你。你再怎么诡辩，我也不会信的。为什么？我和他明明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节都一模一样，就连他的贴身侍女都没发现破绽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人？今生吻过你眉目，是我你确定是全身上下每一处细节？别哭，握过你手心软如风雪不冷酷。逗你的，不论你们二人再怎么相像，朱砂痣和蚊子血，我一眼便能分清。眼下你已成功让他消失在世上，大仇得报了。你准备做什么？自然是继续坐稳太子妃的位置，让谢家永无翻身之日。你还真打算把这个太子妃继续当下去？有何不可？那我……殿下在气什么？我继续留在太子府，不也是顺了你的心？你屡次帮我，不就是想借我之手除掉太子？我何时说过？太子殿下，小姐已经睡下了。糟了，快躲起来！无碍，姑只是来看看他。是。昭华，原来你没睡。嫂嫂怕了？你先躲起来。听嫂嫂的，我有什么好说？殿下留步。殿下，臣妾今日偶染风寒，殿下还是离臣妾远些为好。臣妾担心过了便息给殿下。那姑就站这里同你说话。多谢殿下体恤。自从姑跟你成亲后，时常会觉得异常，仿佛有两个你，一个灵动才华横溢，一个愚蠢无趣。有时候姑在想，是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姑？昭华，殿下，臣妾确有一事瞒着你。但说无妨。殿下曾与臣妾提过的那本绝版诗集，臣妾其实也托人寻到，准备给殿下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因为诗集的事情怠慢了殿下，请殿下责罚。诗集，原来是我误会昭华了。那你好好休息，姑不打扰了。臣妾恭送殿下。出来吧。真正的复仇不是同归于尽，是解决完仇敌之后，仗义一生。这里是京城吗？这里是京城吗？是又怎么了？哪来的叫花子？去！是京城，太好了，我终于逃回来了。
来，你拿好。殿下，您看，咱这太子妃可真不错。最近京城闹灾荒，她便每日亲自于这闹市口布粥，也算是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。是啊，太子妃真的是人美心善啊。殿下，您都忘了吗？圣僧说要我们清修，为城中百姓祈福，这几月都不得清静的。啊，是，还是太子妃想的周到。是的，我才是太子妃，我才是太子妃！殿下，我才……来人，护驾！殿下是我呀，殿下！哪来的疯子？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要是吓到太子妃，我要你们好看！殿下，殿下，你看清楚，我不是什么疯子，我是昭华呀！什么？放开我！殿下，你看，我是昭华呀！他怎么和太子妃一模一样？是啊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们二人，我才是你真正的太子妃，他冒充我！殿下，臣妾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贱人，还敢撒谎！殿下，这个贱人不过是我房中的一个贱婢，却因与我长得有9成相似，背起了歹意，妄图顶替我的身份，在我吃食里下了迷药，将我送去军营。这真的吗？太残忍了！太残忍了！我在那里受尽凌辱，费尽千辛万苦，才捡回一条命，还请殿下我做主啊！这，殿下，您当真要因为一个与臣妾有几分相似的疯子，就怀疑臣妾吗？那臣妾与您看过的那些风花雪月，谈过的那些诗词歌赋，都算什么？他在说谎，你不要被他蒙蔽了。姑相信你，你才是真正的太子妃。来人，将这个疯子给我拖下去！殿下且慢，就这样将他带走，恐怕不能服众。既然他坚持说自己是太子妃，我们不如给他一次证明自己身份的机会，也好给百姓们一个交代。也好，免得总有人痴心妄想，以为和太子妃长得几分相似，就可以冒充太子妃了。你们放开他，让姑来考。今日万里无云，不如你就以这云字做个飞花令吧。错了，从小都是这个贱人替我去学堂读书，根本不会什么飞花令。云想衣长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只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不为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好，豪迈啊！这人还说自己是太子妃，结果飞花令竟一句也对不上来。殿下，这飞花令我并不擅长，再加上一时情急，这才……不擅长，那姑出上句，你对下句，可好？烟锁池塘柳。陶然锦香低。好，对太好了，好，太棒了！陶然锦香低，对得好。太子妃这下联不仅延伸了意境，而且同上联一样，每个字的偏旁部首都含金木水火土，真是巧妙啊！是啊，太子妃不愧是大夏第一才女，竟能对出这千古绝对，不像这个冒牌货，支支吾吾的，那是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。就是，看到了吗？姑的爱妃是大夏第一才女，不是你长得一样就能冒充的。程兴，你知道的，你快往这身呢！糟了，难道鱼目混珠，他才是？你的主子早已沦为军妓，不想陪葬，
就闭上你的嘴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敢污蔑我家小姐，真是罪该万死！来人，带走。殿下，我想与他说句话。妹妹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就算你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太子妃又如何？殿下要的是能陪他花前月下、吟诗颂赋的大夏第一才女，是身子清白、能歌善舞的高门贵女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胸无半点墨的草包，一个不知道被多少人糟蹋过的芥子。这一切都怪你，我杀了你！顾家，放开我！殿下，我只是想好心劝他几句，没想到他竟然……我是他殿下，他故意嫉妒我！你不仅冒充太子妃，还对太子妃图谋不轨，其心可诛。来人，给我将他当场杖毙！你不能杀我！我才是真正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！爱妃别怕，姑在。打得好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怎么了，爱妃？没什么。不行，今年的梅花开得特别好。你这是打算离开？殿下不是说过，真正的复仇是解决完仇敌后畅意一生吗？我的仇都已经报完，再留下去也没有意义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可以扳倒太子一党的证据。你屡次帮我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你真认为我帮你只是为了得到这个？这些证据即使你不给我，晚些时候我也能自己找到。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个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真全然不知吗？皇上已年迈体衰，命不久矣了。太子一倒，我便是主角。糖葫芦嘞！这个新的哎，客官来看一看吧。老板，这酒怎么卖？客官，您可真有眼光，
这可是10年的女儿红。如今新皇登基，大赦天下，我也给您打个折扣，算您1两银子就好了。新皇登基了，可是太子……哎呀，别提了，太子在3个月前被爆出丑闻，早就被罢黜了。反而是这5皇子韬光养晦多年，实则早早控制了兵权，如今登上了皇位。恭喜，终于得偿所愿，给你老板。不客气。不好了，新皇突发恶疾，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胞弟后，暴毙身亡了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姑娘，这酒可是好酒，就这样打碎实在可惜，何不与我共饮？你不是？这江湖太大了，山高水远，我只是怕没我结伴上路，你一个人会孤独。无惧大梦一场，撕心欲碎，轻伤有机会。问那远去的人，何时可西归？